監警會喺兩層架構投訴警察制度下，接收香港警務處投訴警察課呈交嘅須匯報投訴調查報告，經過嚴謹嘅審核，確保所有投訴個案得到公平公正嘅處理。監警會除咗審核同覆檢投訴，另一項重要嘅工作係喺審核投訴過程中提出警隊工作常規或程序中可改善嘅地方，並向警方提出服務質素改善建議，避免同類型投訴再發生。服務質素改善建議簡稱 SQII， 目標係帶動改變，提升警隊服務質素，減少不必要嘅投訴。監警會向警隊提出服務質素改善建議之後，會方會跟進建議點樣落實。監警會委員更加會不時去警隊不同單位了解建議落實情況。監警會過去提出嘅服務質素改善建議，涵蓋警隊運作嘅多個不同範疇，包括交通執法、警署設備提升方面、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以及警方點樣處理有特別需要人士等。自2009年起，監警會已經提出咗超過240項改善建議同意見。科技日新月異，監警會亦從不同投訴個案嘅情節中揾出科技可以協助提升警隊服務質素嘅契機，並鼓勵警隊善用科技。現時警員配備嘅隨身攝錄機同埋定額罰款通知書電子化就係其中兩個例子。善用科技能夠協助警隊提升執法效率同準確性，亦都可以減少誤會，幫助釐清事實。隨住服務質素改善建議同意見數字年年增加，市民嘅投訴數字亦由2009至10年度接獲近4000宗，大幅下跌至近年每年約1500宗。監警會會繼續透過提出切實可行嘅服務質素改善建議，令警隊服務質素提升，減少同類型投訴發生嘅機會，從源頭減少投訴，達到治標治本嘅成效。服務質素改善建議有助警隊精益求精，鞏固監警會、警隊同市民三方之間嘅互信，以及各界對兩層架構投訴警察制度嘅信心。